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恆大自從2020年9月13號暴雷以來，歷經4年半，將近5年時間，終於恆大要落幕了。4月13日至14日，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被告單位恆大集團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違法發放貸款罪、欺詐發行證券罪、違規披露重要信息、單位行賄。被告單位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欺詐發行證券，被告人許家印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違法發放貸款、違法運用資金、欺詐發行證券、違規披露重要信息，還有職務侵占、單位行賄一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庭審中，法庭主持控辯雙方圍繞指控的事實進行了法庭調查以及法庭辯論。被告單位許家印進行了最後陳述。許家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我看了一下這個媒體發出來的許老闆的照片，許老闆那個大背頭已經改成了短髮，但是我看許老闆精神狀態似乎還不錯，在登縫紉機的時候可能伙食也不錯，作息很有規律。以前許老闆感覺有點浮腫，但是現在一看他氣色健康多了。登縫紉機看樣子對他的身體狀況改造還是很有幫助的。脫胎換骨，也就是你要看那個畫面，你還不知道那是許老闆換了一個人。總之許老闆最後定個什麼罪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恆大這個事情要畫一個句號。許老闆罪一定下，這裡面就有幾個問題。一個就是恆大還有很多高管，比如說夏海軍，他的命運如何？按理來說他也要進去，因為許老闆幹的這些壞事，夏海軍也有份兒。你不能說你一點這個責任都沒有，你作為許老闆最重要的一個幫手，所以說夏海軍也有牢獄之災。當然了，夏海軍以下還有其他的高管，多多少少都要進去。第二個就是許老闆傳言中，對吧？他轉移到海外的資產，他的前妻丁玉梅，對吧？等等，這些資產下落。我在想，如果國內的法律拿他沒辦法，因為人家把財產藏在什麼英國、世界各地，咱們有沒有什麼長臂管轄這個能力？那追索許老闆的這些財產，恐怕就什麼變成恆大海外債權人他們的工作，他們很有可能要聘請什麼專業的討債公司，全球追索許老闆的財產。第三個就是許老闆他本人進去了，不管他是判了什麼刑，坐多少年，他罪有應得。但是恆大捅下這麼大一個窟窿，2萬億怎麼辦呢？根據以前他暴雷的時候公布的，他的負債是2萬億。實際上如果到現在為止，他的負債肯定不止這麼多了。他賬面明面上負債2萬億，實際上他或有負債，那恐怕海了去了。水面以下的你恐怕要乘以2，但是這具體多少誰也不知道，反正這個一定是個天文數字。但是他的資產是明面上的，資產就那麼多，那資產現在都不值錢，对不对？都是爛尾的。有些土地你以前是5個億拿的，現在能值2個億就不錯了，2個億還不一定有人接手，就這麼個局面嗎？也就是說他那個資產是嚴重縮水，不值錢，所以這就會導致他的債務沒有辦法清償。我估計他的清償率恐怕也就是5%。恆大整個集團有可能要這個叫整體破產清算。那最後恆大的債權人，就是普通債權人，恐怕也就是5%的清償就已經非常不錯了。也就是說恆大欠你5個億，能給你2000萬就不錯了。什麼叫普通債權人？就是供應商、承建商這種應付賬款或者叫應收賬款，那都是普通債權。還有你給他借的錢沒有抵押的，也是普通債權。還有私募基金借給恆大的，比如說什麼名股實債、抽屉協議，這些都是普通債權。優先債權是什麼？優先債權就是職工工資、國家的稅收，這些是優先債權。還有什麼公益債權？公益債權就是破產，你要請律師去給他搞破產重整，破產這都要費用，這個費用得先從那破產財產裡面抠出來，要不然你現在搞破產都沒人去，誰幫他去做這事？不要發錢嗎？所以債權優先，就先從那個破產財產裡把這錢要扣出來。
恒大集团上万家公司，你来破產得多少人去工作啊？這麼龐大的一個工作組，這費用對吧，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啊。那這錢從哪兒出？就是從那破產財產裡出。還有一種叫抵押債權，大概這意思，也就是說銀行借給恒大的錢，有的是拿地做抵押的，有的是拿房子做抵押的債權，抵押的部分屬於優先的。總之我說的這個意思，它一個非常大的窟窿，因為它財產肯定很少，那麼就會導致什麼？導致大量的人，這一下完了，到了清算的時候了。以往你可以說恒大還欠我1個億，我是有錢人，我還指望着從恒大裡把錢要回來，現在就可以做準備了，這個錢可以清零了。那恒大一破產清算，那下面很多供應商，很多這個大的承建商，有時候欠款太多，他們也得破產清算，因為恒大欠他的錢給不了，他拿不回来這個錢，他只有破產。所以說，從徐老板現在進入審判階段，預示着這個恒大很快就要畫一個句號，恒大的整體的破產恐怕要2年，也就是你現在就開始進入破產程序，那麼也到28年、29年才能結束恒大破產清算，整個的破產清算。這個恒大在香港的中國恒大那是另外一套搞法，他在香港，國內他實體在國內，这不恒大地產集團國內的這也要破產清算，這就不說了。總之，對徐老板來說，也上過層樓，現在在蹬縫紉機也沒啥。從一個河南的農村走出來的，也是見過世面，吃過香的，喝過辣的。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徐老板在他老家豎的流芳百世碑，是吧？也就成了一個笑話。成也槓桿，敗也槓桿。曾經多麼風光，現在就得多麼狼狽。曾經是多麼的不可一世，萬人敬仰。下屬接他的電話都緊張，是吧？3分鐘之內，不是1分鐘之內沒接電話，那你就完蛋了。在下面高管，現在縫紉機蹬得飛起。曾經有多少人以認識許家印為榮？曾經有多少人靠着許家印發財的，對吧？跟許家印能搭上關係的，那你都非富即貴。但是現在恐怕也是受其牽連，身陷囹圄。徐老板的入獄，徐老板的宣判，預示着房地產的一個時代過去了，野蠻生長、烈火噴油的年代一去不復返。所以還有很多人還妄想着房地產還回到過去，還要炒房子，還要炒楼。回頭看一看徐老板他就是最大的炒房客，终于把自己炒進去了。最近炒得比較兇的小陽春，3月份尤其上海二手房3.1萬套成交，給人感覺樓市又瘋狂了，再加上媒體的渲染。但是這一切遇到央行發布的這個冷冰冰的數字啊，一切不攻自破。昨天央行發布了這個1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13.73萬億，這個數字我就不多介紹了，它裡面介紹了1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8.6萬億，人民幣貸款一共增加了8.6萬億，這本來就已經很少了，增速非常低。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2967億元，住戶貸款裡面又分長期和短期的，短期貸款是我們的消費貸、信用卡這些，一共是短期貸款減少1640億元。什麼意思啊？短期貸款還減少，不僅沒有增加，在減少，那就說明大家都在勒緊褲腰帶，能不吃能不喝就堅決不喝，能不花堅決不花錢。這居民部分短期貸款減少，本來這個數應該每個月都在增加，而且每個月比每個月增加還要多，這個才是健康的。現在它不僅不增加，還減少，這就說明經濟已經冷到什麼程度了。中長期貸款增加了4600億。這個中長期貸款一般按揭貸款買房子的佔大部分，你就可以認為居民部門中長期貸款就是按揭貸款，就是買房子。這個增加了4600億，那也是近幾年增速最慢的。居民中長期貸款增加4600億，跟去年1季度比，同比是暴跌48%。你還說小陽春，這叫什麼小陽春呢？這個不是什麼孤立的數字，如果把2016年到2026年1季度房貸數據整個拉出來看的話，它就反映了一部完整的中國居民加槓桿、去槓桿，再到信心崩塌這麼一個殘酷的過程。
所以有人把它整理了一下，咱们10年来，从2016年到2026年第一季度，它这个住戶的中長期貸款，也就是住戶按揭貸款買房的，咱們就這麼簡單理解它的變動。2016年這個一季度中長期貸款是11000億，2017年的是14600億，2018年是12900億，2019年是13800億，2020年是12600億，2021年達到頂峰是19800億。2021年大家知道恆大開始暴雷，所以2022年就變成10700億，2023年是9440億，2024年是9750億，2025年是8832億，2026年是4607億。2026年跟2025年比是一個斷崖式下跌，是個加速的過程。從2021年的19800億，就是將近2萬億，到現在只有4600億，什麼概念？所以說你別的不說了，說什麼小陽春，那絕對是要打個大大的問號，是縮水的小陽春。2016年全年房貸增加5.7萬億，商品房銷售額突破11萬億。2017年一季度14600億，再增33%，熱度延續，熱點城市房價翻倍。2016年、2017年是居民加槓桿的巔峰時刻，也是樓市一路狂奔的2年。所以你看現在這直接比以前的1/4，說明第一個，即便現在有人買房，人家也不貸款，盡量的就全款買，或者是能少貸就少貸。雖然現在首付是15%，但是有人他寧願付50%，貸款越少越好，壓力越小，對吧？所以說你別看這房產交易多，但是貸款的少，也就是現在反映出這些韭菜即便願意買房，他也是減少槓桿，降槓桿，他錢攢夠了再買。那如果你要這麼想，你說往下賣房不是越來越難了嗎？因為大家都希望錢攢夠了才買，那你說你能有多少人能攢300萬、400萬？這樣的人是越來越少，所以這韭菜往下割越少。雖然買房，但是不貸款，就貸款的人越來越少，這是個趨勢。這個就能解釋為什麼有的地方小陽春是吧？你看着還挺火，但是我們的居民的中長期按揭貸款還在減少，這就是為什麼越割不動的原因。實際上10年數字看下來，我們就看到從瘋狂加槓桿、搶着加槓桿到現在叫打死也不借錢，這麼一個轉變過程。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中長期貸款居然只有4600億。而短期貸款居然還下降的，對吧？下降了1600億，什麼意思啊？那就是你信用卡也不刷了，也不分期了，消費貸也不貸了，大家都不欠賬，所以信心是不是到了極點？冰封，一個時代徹底結束，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的時代結束了，居民靠買房暴富的時代結束，房價單邊上漲的時代結束。所以咱們一直說，就這個時候買房就不要想着暴富，想着買房子能賺錢，不要有這個想法。現在買房子真的只有住的功能，就是消費。所以你看啊，這媒體也很有意思，簡直讓我驚呆了。深圳龍華有個樓盤開盤到什麼程度？就現場失控，就人太多了，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買房還要靠搶，搶到什麼程度？現場失控，現場的保安立馬，這保安一般在這兒維持秩序，是吧？大家別亂，大家排好隊。有時候現場人太多太熱情，這保安實在沒辦法，居然掏出了辣椒水噴防狼噴劑，開始對着買房的人在那擠着人一頓狂噴，多人被搶。我看了有媒體報道，咱們說龍華樓市辣眼睛事件背後都是降價惹的禍。這叫深圳樂居報道說，最近深圳樓市又出圈了。事件傳播了有多遠，連樂居君遠在北京的親友都在打聽，深圳樓市又火了，是不是真的？4月13號早上說，龍華區幸福城臻園項目3棟住宅樓開盤，開發商搞了個先到先得的策略，還推出一批大幅降價的房源。這消息一出，4月12日深夜就有一大波購房者和中介跑去排隊，現場烏泱泱的全是人。結果到了13日早上，
人流實在太擁擠，現場秩序直接亂套，一名保安直接掏出辣椒水朝人群噴了過去。這一噴，直接把事情噴上熱搜。辣椒水味道還沒散，相關部門就已經出手。當天下午，深圳龍華官方就發出通報，說龍華區住建、市监、公安組織了聯合調查組。接着公安動作最快，把涉事保安直接行政拘留。那個保安也夠虎的，那辣椒水你用來对付誰？住建局也不含糊，約談了開發商深圳市宏耀泰實業有限公司，勒令整改。市場監管局也去查價格備案。所以說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會那麼多人大半夜跑去排隊？真的是到了這個地步了嗎？有什麼魔力？我看有媒體報道說，主要是這個項目在降價，說幸福城真源這一波操作屬於典型的降價先跑。怎麼降價呢？說幸福城真源2025年7月底首次拿證入市，備案價是 6.46 萬每平米，打折後均價 5.72 萬每平米。同年8月，開發商首次下調備案價 5.6 萬元每平米，打折後價格是 5.2 萬元每平米，單套降價近60万，但去化依然緩慢，賣了8个月，晚簽率不到 15%， 也就是賣不掉。這項目去年幸福城真源此次推售2期，一共是217套，這一次排隊的這一次備案均價 4.47 萬，那就是比去年8月那個又便宜了8000一平米，就便宜了 15% 唄，降價幅度達到了1萬元每平米，直接把龍華中心區的房價拉到了觀瀾的水平，折合下來66平米兩房總價僅250萬，但房源也只有72套，搶完即止。什麼意思啊？合着也就3萬多一平米，66平米250萬嗎？那反正不到4萬一平米。那在深圳，在龙華這個地方中心區，那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房子也少，就72套。深圳的龍華中心區不到4萬一平米，我覺得這個價格還可以。你畢竟深圳雖然它還有降價餘地，還有，但是目前來看肯定比周邊都便宜，甚至比周邊二手房還便宜。那當然會引起這個哄搶。咱們先排除排隊的人裡面有這個黃牛，有中介，有請的托，制造焦慮。但是我們不得不說，龍華中心區66平米250萬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從另外一方面說，你房子不是賣不掉，你再一次說明房子賣不動是因為你價格高，你只要價格降下來，你看看大家還得跑去搶。去年他就開盤了，賣5萬多，賣不掉，根本就沒人買。今年降到不到4萬，那就發生哄搶，是吧？這個我就再一次說明，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子，只有賣不掉的價格。所以說應該允許開發商降價賣，開發商降價把房子賣掉，資金一回來還銀行，給員工發工資，給供應商付款，免得暴雷。所以說降價是正道啊，趕緊的降價把房子往出賣，出庫存。你不降價，韭菜買不起，不買。界面新聞報道說，徹夜排隊，通宵占位，南京樓市再現搶房場景，長三角小陽春加速啟動。這麼說，各個地方排隊買房。買新房，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你降價了，而且那個價格降的幅度特別大，比周邊的二手房還低。最後我們再看一條新聞，這個新聞也很有意思。我今天在網上刷到一個梗，叫什麼襄陽123大廈，我也不知道為啥突然火了，一刷抖音全是這玩意兒，我只好仔細看一看。這個我們看澎湃新聞是怎麼報道的，他說啊，村支書被舉報違規建1500平樓房，官方通報已成立聯合調查組，免去村支書消磨職務。近日，多位網友發視頻反映，湖北襄陽市東京新區東京鎮沈營村一座5層面積的1500平米的樓房，佔地面積明顯超出國家規定的農村宅基地標準，涉嫌未批現建、超占土地、違規建房。該房屋被舉報為沈營村支部書記消磨所有。這個視頻大家自己在網上找着看，反正那個梗熱搜就是襄陽什麼123大廈，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叫123大廈。4月14日，襄陽東京新區管委會通報稱，近期網絡平台和媒體反映東京鎮
沈營村支部書記肖某涉嫌違建問題，東京新區管委會高度重視，已成立由紀檢監察、農業農村、自然資源和規劃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開展全面調查，並將根據調查結果依法依紀依規嚴肅處理。目前，東京鎮黨委已免除肖某村支部書記職務。澎湃新聞報道，網友拍攝視頻顯示，該樓房位於襄陽香津大道路邊，帶有大面積院子和圍牆，還有附屬用房。多位網友稱該樓房為襄陽123大廈，並到此打卡。關鍵好多人跑去圍觀、打卡、拍視頻，所以這是在網上越搞越火。這個房子我看了一下，外觀看，裡面我不知道，外觀看上去像是廠房，房子蓋得奇醜無比，談不上任何美觀。一個村支書占這麼大一塊地方，蓋個這麼一個奇醜無比的房子，也不知道是幹啥，是出租還是自己住？要自己住那非常，就收拾也很困難，也談不上任何舒適什麼美感。我就懷疑他是不是他知道這個地方要拆遷呢？先蓋起来，你要拆遷1500平米，你看你賠吧，你補償吧，1平米你賠2萬，那到时候也是3000萬，对不對？這個說明什麼問題？這讓我想起了這個農村的宅基地，有很多人不讓宅基地流轉，說農民宅基地一流轉，農民就失地，沒房子沒地方住，最後流落街頭。實際上你看，你不讓宅基地流轉，那最後就變成宅基地就是村支書的、村長的，農民啥也得不到。你不讓他流轉，他最後就變成，有很多農民他不进城了嗎？他跑到這個別人縣城裡買房了，農村那個房子就垮了，宅基地就荒廢了。這些村幹部就上下其手，手眼通天。你不讓流轉，那土地就流到村幹部名下。你讓村幹部蓋，你還不如讓胡一靜老師去蓋。村幹部蓋那是存量，胡一靜老師去蓋那是增量。你胡一靜老師不是那個地方人，他跑到那樣，你給他一塊宅基地，蓋個白宮出來，別皇宮了，或者克里姆林宮。來模仿這個俄爹，那得他投入幾百萬，是不是？那當地不就 GDP 不就多了幾百萬嗎？拉動多少就業，帶動多少消費？你再給他一塊地讓他種，他還得雇幾個人，又提供幾個工作崗位，他還蓋了那麼大的房子。你看這個村支書蓋了1500平，胡一靜老師如果蓋1500平，他怎麼的他要雇個5、6個人幫他打掃、保潔，对不對？管家。他提供多少就業崗位？在農村，你給他1000塊錢一個月，那很多農民都願意幹。你就固定的一個月1000，他保證幹，幫你種地，幫你收拾房子。你不讓胡一靜老師去蓋，那最後就變成村支書蓋，村支書蓋那都是存量，沒有任何這個叫拉動經濟。最後我們想說的是，根據央行的數據，2026年這個樓市不僅穩不了，很有可能還要加速下跌。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價換量，就是趕緊降價。尤其是開發商現在遇到困難的，想去庫存就得降價，而且看誰快，因為現在優質韭菜本身也不多，誰先降價，誰的房子就先賣出去，誰就有現金流就能扛過去。死不降價，甚至還想漲，你一漲，那就你不能怪韭菜，韭菜的口袋里没錢，他買不了，錢不夠。對韭菜來說，現在選擇的餘地也比較多，實在不行的租房住也挺好。所以說早降價早受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